阮拜客人因为爱讨战乱，也算为促到爱落实去到别的地方开山打那，大多数人呢会选择来群基哦，迄搭个强一些，同时迄搭路去简单，也因为客人过三万个群腔，尊敬祖先，还个过注重风水，也都造就的客家建筑过贴配的形式。今日的百年客家专题，如果来看客家上面生活当中，个有特表性嘅建筑艺术，同時南北也有無同樣嘅素材哦。像新埔嘅松堂屋同嘉頓嘅邵家老屋，亦都個有歷史嘅客家古蹟，如代表嘅台灣客人嘅感情同故事睇地背。將影響到台灣，都看到客家人嘅種植、落腳、生境、熱淡過後，客家人大家屋開始發展出土著嘅形式。風田熱、從事風水到實用嘅價值都有項目，沒有疑惑，推推上川唔改變嘅感情。唔像愛，土壤面對列祖。用1895年也為戰爭作劇本，田陽都姜少主在火風挑戰，建軍隊為反對，加了衝擊春突出武興嘅客家精神。一草東派挑嘅火風，就在新竹新埔節送表了三級古蹟嘅六屋送通屋。為按照送通屋係因為屋本作嘅遷徙，挑戰係東偏用嘅三合人，後背係四合人。進行老房屋係呈現出標準嘅五福下山嘅格局，呈現出風水學嘅哲理。你看咧房屋係咧複雜喎，佢全部向地面都斜下來，雖然係一段一段上來，不過佢咪向地面都斜。和南海你看咧鐵漢加深面堂咧咧屋檐哦，也複雜，佢就咪係向板東安因彎下來，咧最主要目的是我哋講聚氣。和落水天些個水咪莫為散體，比向波湯板東先板東啊流落來聚財水大菜所以咧係當明顯嘅客人嘅建築風格。送通屋係兩間新六房屋，地大嘅面積差唔多係3萬平方公尺，才被鋪客家起樓度規模算係一大嘅。去到送通屋後背嘅六屋主塔建築嘅風格，肯定係全台灣罕見嘅。佢係得兩體為錯見，面堂嘅兩隻係兩個角和個門係所係兩個嘴，和佢色係用黃色嘅，黃色係特別風地人用嘅，地位當高嘅，和嗰啲全台灣罕見種撕裂一隻主塔安因貼片。新埔六屋有主塔，嘉東嘅小屋係有兩層，發嘅屋湯雕花嘅門窗，看起來唔單像係空明亮嘅倉庫，還加像係好人人嘅鋪架別裝。一個地方我哋客家人講水龍下，用水做當啲我哋講精密工廠，以前都社保體佢精密工廠，利用頭先一個河壩水。做當地見面，有附近有副隊兩甲人梯都社保嘅採人嘅，也是我哋祖先嘅度假嘅，等於是個休閒嘅地方。86ခေ43個雕花門牌，正見動插花，1、2、3、4、5，總共5間安泰通嘅屋，係全省四大老屋之一。南台灣唯一客家5間嘅火房，天作為看到小屋嘅老屋。一個社會嘅火房做嚟講是我哋客家中最典型嘅特別嘅利用火房。一共有5堂，風水上前面有水，後邊有靠山，前有水後有靠，燈堂都是步步高升。一間比一間罕較高，也係對家族興旺嘅期待。火房外牆係為咗嚟求實現，係因為材料對按用嘅殘掉起落，天作為有嘅顯示。所謂利用火房都有個防衛功能啦，當時是閩客械鬥講好多年所以我哋即個係做一步嘅有利用火房。無論南北，過海來到台灣開建嘅行業，
代罕有生活嘅作息，填充为有风意性、老四面图。無論係五湖下山，也係瀑布高興，佢個建築都係動講究風水，為社會嘅子孫做得研究才兩片古興傳台。到了下面嘅8年嚟，大佛峰嘅人變少了，如古家漢卡需要大家用心維護，從按用傳統客家建築姊妹，為韓國路跳擺，未來也會繼續推傳下去。客家新聞潘金路、翁小琪，台北報道。